註冊承建商應該跟足政府屋宇署嘅作業備考，將樣本送到政府指定嘅實驗所，包括 STC 進行阻燃測試。根據作業備考，抽取嘅樣本係要根據 ISO 標準確定批次同埋抽取樣本嘅數量。每一個抽取嘅樣本要填寫一份樣本資料表，並且由註冊承建商或者佢授權嘅代表簽署確認。然後我哋會將抽取嘅樣本同埋填妥嘅樣本資料表放喺一個透明嘅密封袋入邊封好，直接送到政府指定嘅實驗所。根據 BS5867-2 Type B 嘅要求，將樣本剪成指定尺寸同數量，然後放喺特定嘅儀器上面，燃點樣本15秒，睇下火焰會唔會蔓延至頂部或者垂直邊緣，又或者有冇燃燒溶滴物跌落。如果有，咁就會評定為不符合標準。測試完成之後，我哋會有技術人員去複核結果，然之後先至會簽署報告作實。